英國威廉王子同太太凱特同埋佢哋初生嘅小王子，一家三口首次公開露面。威廉王子話 BB 比較似媽媽，又話仲未為 BB 改名。英國新生小王子出世一日之後，佢嘅神秘面紗就揭開啦。當地星期二下晝，威廉王子同凱特以及小王子喺醫院外露面。分娩之後嘅凱特着住藍色裙，精神唔錯。佢最先抱住個仔，俾守候多時嘅傳媒拍攝，之後將 BB 交俾丈夫。威廉王子睇嚟幾輕鬆，話個仔都幾重，而且好健康。威廉又話個仔似媽媽多啲，頭髮唔少。至於被問到初為人父母有乜嘢感受，威廉王子夫婦都話好激動。一家三口俾傳媒拍攝之後，威廉同凱特將 BB 抱返醫院。過咗一陣，佢哋再由醫院行出嚟，威廉親自拎住載住個仔嘅 BB 汽車座椅，將 BB 放喺架車嘅後座。之後威廉親自揸車送太太同個仔返肯辛頓宮。佢哋一家又發表聲明，再次感謝醫院嘅悉心照料。而較早前，榮升爺爺嘅王儲查理斯同太太卡米拉到醫院探個孫。英女王亦都分享為人爭矚目嘅喜悅，向白金漢宮出席活動嘅賓客話，對曾孫出世感到非常興奮。